今朝早啊過咗嚟北京啊，而家氣温啊大約係7度左右啦。而家就坐呢個北京嘅地鐵咧，就出市區嚇。我由呢個方向過去啦，好多人排隊入去。員工方面嘅，好多朋友嚟跑馬。北馬原來1981年一開始，北京馬拉松我嚟啦！好多朋友嘅選手齊揾自己個名啊，過嚟參加明日嘅北京馬拉松啊！而家過嚟領物資啊！啊，北馬就係唔同啊，好多朋友去展會啊，攞物資，好多朋友去攞號碼布。呢度攞號碼布先，麻煩你人面識別一下先，靚唔靚啊個參賽號？好。攞完號碼布啊，而家又去攞件參賽服啊，3X，攞參賽包，謝謝，啊謝謝，啊有件，哇好多嘢啊，參賽包，哦幾多嘢攞咗，繼續去攞嘢啊，有隻雞同炸醬麵坨啊，謝謝啊，好去參觀下北京馬拉松，我嚟啦！大品牌啊，堅持個 N 個理由，有遊戲玩 AI 生成照片嘅活動啊，有啲攤位，你大家望一望，好多大品牌展會啊，跑馬送車係咪咧？移動都有，這是送的嘛，靚女，這個東西啊，9塊，不過要錢㗎呢個飲品。買太陽眼鏡啊，嗰啲攤位，一個展館，特步啊，呢套衫我啊冇本事着啦，影相喺度，買個彩票啊，呢個展會啊行完啦嚇，好去揾嘢食，有冇提供北京有咩好食啊嚇？